兒童常見嘅鼻敏症狀咧，包括打乞嗤啦、流鼻水、鼻塞同埋眼痕。敏感症狀咧會導致小朋友睡眠不足，並引起唔同嘅問題。第一係免疫力下降，容易病；第二，唔夠瞓咧會令到記憶力受損，影響學習同埋記憶；第三，睡眠不足咧會令到情緒唔穩定，引起焦慮同埋暴躁；唔夠瞓仲會令小朋友注意力唔集中，影響埋學業成績同埋社交添。部分舒緩鼻敏症狀嘅藥物咧，喺服用之後會有睡意啦，影響日常嘅活動。使用噴劑咧會比較唔舒服，小朋友未必肯配合。服用益生菌既溫和又長效，家長可以將無色無味嘅益生菌沖劑溶喺水、牛奶或者果汁當中，配合埋營養餐單去服用，十分之方便。想方便快捷又溫和地抗敏，益生菌係一個好選擇。大家記得留意下一集啦，我哋將會分享更多健康防敏小貼士。